上一條片已經發咗㗎啦，係未錄呢度嘅，因為啱先官方話已經修復好㗎啦。呢啲報告話全部都整好㗎啦，全部都整好㗎啦。我全部已經整好㗎啦，我希望盡快啦，盡快整好佢。今次嘅影片會上一條片會一齊發嘅，一齊發落去。拜拜，聽日見。因為呢個影片係交代個官方嘅理由，因為啱先嘅官方係未整好全部嘢，所以故障。喺下午2點幾嗰陣時，大概2點半整好㗎啦，整好㗎啦。聽日見啦，同埋讚同埋訂閱，拜拜。